哎，去做桌面找资料食，去桌面找资料食。你档案看了？你档案看了？一个播放的影片图案啊，一个城市图案啊，迄无熟的啦。迄有一个城市的图案啊。哦，迄个城市图案爱认的，爱认的。两个三角形合作，然后右脚过呢，佫带那个图案。圣经内底呢，一段记载哦。耶稣做一个比喻，讲有一个业种的人出去咧业种，遐时阵有落路边的，伊人用脚踏过，天顶的鸟仔就要来食伊。为有落去石头顶悬的，出来就孤单，因为得袂到滋润。有落在种子杂草内底，甲杂草一同生长，白客住。结果呢，有落在好土内底，生长起来呢，就结实发花。伊个讲，这个比喻呢，就是讲种子呢，就是上帝的道。遐徛伫路边的呢，就是咱人听到了道，真理，随后魔鬼就来对呢心中呢甲道夺去，小惊呢因信了得定。遐落伫大粒石头顶悬的呢，就是咱人听到了道，欢喜去接受，但心中呢无有力，只不过是暂时相信的。若是拄着考验呢，那么这点的道心呢就退去了。遐落伫经济内底，就是咱人听到了道。就是咱人听到了道以后，走过以后呢，比咱即世的名利、钱财、地位，甚至子女的结婚阻碍、享受等等，甲伊束缚掉的，便得袂出成熟的果实出来。遐落伫好土内底呢，就是咱人听到了道，会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肝内，并且忍耐甲伊结果开花结果。这个比喻呢，当然咱佫会使做进一步的解释。同款是来求道、来听道，但是以后的情形，佫分为四款。第一，落伫路边的呢，就亲像讲对道无有信心的人，有法度发出芽来，是受到阻碍呢，这粒道的种子呢就消失。但是咱对着道以后，对道无有信心，总是以为讲我心好就好，我毋免去听道理嘛无要紧，我一定做标准啊。甚至求着道以后，无有保庇我平安，也是趁偌钱，也是身体健康。所以呢，这粒道的种子呢，就慢慢消失去。遐落伫大粒石头顶悬的呢，就是无有立志、无有法源的人。虽然有求道，但是无有立定了志哦，就亲像一粒种子呢，伊敢若发芽，啊无有根共款。
咱若讲对举好，伊就必对举，无一个方向，无一个目标。所以呢，一个无有目标、无主张的人呢，伊拢听人讲对举好就必对举。若是安尼呢，久而久之呢，即个个经济呢，慢慢无问题。所以咱世俗教来讲，最有缘呢，伊有缘；福有根呢，伊有福星。那么一个无有根的人呢，一张树啊，若无有根呢，一定是活袂起来啊。那么第三个就在经济内底，在经济内底呢，就是无有毅力、无有坚心的人。虽然伊会发家，伊会生根，可是呢，伊就杂草结条的。同款呢，无法度结出足好的果实出来。虽然知影道好、真理好、修行好，但是呢，伫咱即世的名利、地位、钱财，甚至咱的车婚阻碍，甲咱束缚掉的，甚至呢，互咱家己的脾气毛病所影响，无有坚心去改掉咱家己的脾气毛病。无毅力去跨越着种种的难关克服，种种的障碍，所以咱来讲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嘛。所以呢，咱应该爱有前谋，不改己心，万难不退，万难不退彼此的毅力。有坚心呢，才会当行完修行这条路的传递。那么落去佛陀内底呢，就是有信心、有信心的人。修行学道一定爱发自咱家己的一片的信心，并且呢爱有毅力、爱有毅力、爱有信心，一路修行坚持到底呢。所以咱时常听讲西安人时常咧讲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所以咱就讲。一栋伟大的建筑物呢，毋是一两天就会当起好的。那么一件辉煌的圣洁呢，嘛毋是短暂的时间呢就会当互咱成就的啊。所以只要咱大家呢有信心、有毅力，最后呢大家一定拢会当讲完过满。所以呢，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求道是因缘啊，修道是根基，那么办道呢嘛是爱靠愿力，那么行道呢嘛是爱靠用心就对了。所以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去发觉讲，修道若毋是有迄款的因缘，要来修道呢，就毋是遐尔简单。修道若无迄款的家己的佛言也好，祖德也好，根基也好，你讲要会当来求道吗？足拼的啦，所以在求道的过程当中，咱才会当去了解讲，咱若毋是经过了千劫万劫的因缘的安排之下，拄着咱的因果师甲咱引进，所以互咱的点眼师甲这宝贵的大道传互咱。若无的话，咱讲要离外口走找着道理，就恐惊困难。这嘛是讲咱对世所进来的因缘，较有迄个因缘然后求道啦。那么修道呢，嘛是爱靠根基啦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修道若无根基的话，你讲要来佛堂遮坐2点钟，还是要创啥呢？可能就有困难啦。所以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其实咱会当来坐遮着班，拢嘛是过去世累积所来的。无的话，你讲干要来听法会，就毋是遐简单的问题啦。虽然讲有的人有求道。但是要叫伊来坐遮听2点钟的课，就恐惊呢，伊若坐了嘛有啦迄个身体要袂少主，伊嘛无法度人来听道理啊。所以有
办桌呢，嘛是爱靠原则。在这办桌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若无原则的话，咱就无法度呢，会当进行治理，哦。所以先生呢，是用咧甲咱注意讲，今仔日咱会当来求道呢，是爱修三世。修五善呢，才会当来听道理；修七善呢，才会当来办道。那么经济会当参考呢，是因为咱十世有修行，累世有修的福报，有根基有祖德，所以咱千万呢，毋通看着咱前头，小看咱前头的因缘。所以老师嘛咧时常甲咱注意讲，行善布施，恁已经毋知做过了偌济世啊。那么这世是要来求道，要来修道，要来正道。所以咱时常听见过者从来讲，三世因缘的一世心，就是讲凭着咱求着到一点小小的因缘，咱会当了解着咱三世的因缘业力，那呢毋知是偌好啦吼。所以在修行办道的过程当中，咱千万。刚刚讲，千万不要说忙，千万不要说难，说难说忙，难躲无常。哦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一定拢爱把握方法。所以咱时常听一个企业家有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呢，如果一个人有心要改变家己的人，绝对呢毋通讲无时间一句话。特别是咱三五十岁，还是六七十岁的人呢，要应付着世事多变、人生无常的未来呢，一定爱积出了时间，用来自我改变，用来充实自己，用来精力再教育、学学再充实。你毋是用于应付基本的加班。所以，一个修行者呢，伊应该爱有达到目的呢，就不停止的信心，才会当，咱讲，才会当像咧滴水穿石共款。所以呢，咱讲若要修行无上道，那马功夫说起来，就是讲咱既然在修行行到这路，要勇敢前进的时阵，那呢，咱就毋惊大风大雨，还是迄落落雪，还是暗泉，咱拢爱勇敢继续前进。哦，那呢，咱才会当真正就是咱修行的过程当中啊。所以咱师父老大人他甲你讲，咱修道爱有素质，但是咱大家要讲，第一就是咱爱有信心嘛，有信心。所以咱咧讲有信，有信呢，信呢就是有信心、有信念、有信念、有信用。所有的呢，拢咧甲咱讲爱有信。所以师父老大人他甲咱讲，有信心呢，难入道。所以在咱知影来讲，你有信呢，那么尽管精神呢运转呢就有顺。那么地有信呢，水风呢汹涌难分。那么咱人若有信呢，才会当入足以世啊。所以咱才讲这个信呢，就是一个人，一个言嘛。人的讲话卡片呢，就是一个信嘛。所以信呢，是咱每一个人做任何代志一个基本嘛。一个人做任何代志，如果有信心的话，那咱做任何代志呢，就拢有当成功。如果无有这个信心，那咱做任何代志呢，可能一事无成。哦，所以俗语甲讲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这有心人呢，就是咧甲咱讲有信心的人。所以咱才讲，讲出嘛，
信呢，绝对袂使无信。即个字，信呢，对咱每一个人来讲呢是足重要的。就是像咱为人处事呢，要有信用，为人，咱要有迄个对道要有信念。所以即个信呢，对咱来讲是足把重要的。所以佛经嘛，较来讲佛法大，佛法诸海，唯是因因。咱一个人要了解佛法的人，要踏入佛门，去了解佛法的人呢，唯有爱有信呢，才会当深入。有信呢，才会当深入；若无信呢，你就无法度。人讲，有当时啊，善因就半信半疑。既然有即个疑的话呢，咱就无法度进入了即个佛法大海。所以咱时常，较早咱拢捌去导人，咱就拢讲，导人呢，咱求着做了呢，会当地府求名，天龙挂号。你可能如果你若无信的话呢，真正无法度会当讲真正即个求道有遐尼好的好处就对了。有当时啊，咱拢有去问着讲啊，那咧天龙因去落地府，我哪来落？所以在修行嘛，在过程当中呢，若无即个信的话呢，咱要去接受着即个佛法呢，是足困难的。所以你啊看过去呢，佛道三不道，伊讲无信者不道，无缘者不道，无缘者不道。所以呢，若无有信呢，你无法度呢，无法度呢，互佛呢伸手要甲你对就对啦。就是你有信的话呢，那呢参佛结一个缘呢，所以你啊看，咱啊，迄个佛家时常咧讲佛门大概开有缘快回来。所以你啊看，即马佛教咧讲佛门大概开有缘快回来，有缘快回来。其实你佛门遐尼啊规遐尼啊大，佛门遐尼啊广大，你要讲咱有缘的人，伊家己主动会起来吗？可能较困难。但是咱得到就无共款，咱得到是佛门让大开，有缘的赶快找回来。所以咱为什么爱导人救人，就是爱把这个有缘的呢，拢会咱来吹回来，拢会咱来吹回来。若无呢，你讲等到讲有人讲伊要来求道的，这可能就较少啦吼。若无因报书去甲找呢，可能就较少讲伊要来求道的。所以你来看，我甲咱讲，地府虽大，难进福音之时。佛法虽讲难度会的字，如果虽讲难教，福分之下，非不教，何必不信？不虽诸悲难度无言之意，亦不度无言则是。所以呢，在咱的人生过程当中，要看天父，伊就遐尼啊济互。伊是要来滋润着咱的原本的，原本拢会当生长。但是如果若是一丛无紧的草呢，伊就无法度接受着雨水的滋润啊。那么佛法虽然广大无边，如果你若因佛无缘的人呢，伊嘛无法度会当甲你救度啊。那么一寡虽讲难教，福音之下，就是讲。这意思拢是咧甲咱讲，虽然咱有要在导人救人，但是如果人若无要接受的话呢，表示呢，伊就是依佛无缘嘛。所以呢，在修行嘛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咱来建立着信心。如果若无有信心呢，是会使所以佛经甲讲，信心
什么讲爱有信心？啊，这呢有一个小镇，伊足久无落雨，农作物呢拢受着足大灾害，所以一个教会牧师呢，就甲因个庄头的民众呢来请他过来，要来办一个祈祷祷告大会。所以当因呢，咱大家拢来这个教堂呢，要祈祷的话，要祈祷祈求上天降雨嘛吼。所以伫这个祈祷会当中呢，有一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因为伊足细汉，所以咱拢无注意到。但是当这个牧师呢，徛伫台仔顶的话呢，大家拢坐好啦，这个牧师徛伫台仔顶面看落的话，就甲大家讲今仔日呢，这个小女孩呢，我足感动的，大家就顺着这个牧师的手呢，看这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真古水无的，但是呢，看伊的衣仔边呢，我也挂着一支雨伞。咱今仔日大家看到这个情形呢，大家拢感觉迄个真歹势。因为讲今仔日祈雨大会嘛，拢无抱着迄个信仰，所以我感觉咱若有迄个信仰就对，所以大家呢，掌声甲鼓励就对了吼。但是这呢，就是信用，就是信心。今仔因要办这个祷告，迄个祈求上天降雨嘛。你若无迄个信心讲，会当落雨的话，咱就爱炸雨伞，袂等下要转去就袂当转。这个是对这个祈求祷告大会的信心。所以我呢嘛感觉讲，有当时啊呢，像咱来一般呢，咱嘛爱炸一下物件，炸啥物？炸飞机。我感觉讲咱来一般吼，要炸飞机，应该是足好势。有当时啊，伫这个听到过程当中，你敢我当初讲了一句真好，你就也是这投影片有一句真好，咱就思索甲记起来。安尼年久袂深的时阵，咱的累积会愈来愈济。所以呢，分当兵宣传的目的呢，当然就是要互咱的众生呢，当愿意生信，才当有信，才当生行，有信呢，才当入道啊，有入了道呢，才当生法的法条。所以呢，另外顶甲大家讲，心道完方便好，了一切就善根，诸善根，万劫皆脱离。所以，华人你讲讲，信的为一切，咱要修行学道的基础，嘛是伊的根本就对啦，根本就对啦。伊会当拥有一切诸善因，拥有一切诸善因，会当断除着咱一切所有的利益。所以由此会当讲咱信的力量呢，是足反大个啊，信的力量是足反大。所以你也看过去有一个老婆啊，伊足喜爱佛法的，但是呢，伊个拄无着佛法的人，所以伊个甲因前仔头呢，人去问着一个慢慢佛法的人，伊就教伊念这个六字真言，阿摩尼法比吼，但是呢，伊个呢，因教毋对，叫做教为阿摩尼法比。所以这个老婆呢，伊嘛怎啊当作这是真的就对了，是咧念，安尼一日过一日，一过一日，所以伊咧念，
念呢，你感觉奇怪，敢若是阿摩尼法利法是阿摩尼法利，所以呢，伊计知影呢，甲即个阿婆请教对啦，啊，请教呢，甲即个阿婆说，阿婆你敢若即个六亲真言咒呢，敢若爱念阿摩尼法利法。哇！即个阿婆看见啊，你无是啊，你咯，那你我你念遮悬的拢叫念叫，所以信心呢就安叫无。当伊搁念阿摩尼法利法的时阵，哎，这头仔煞袂，无这头仔煞袂跳。所以，这流氓和尚呢，哎，早上来去看这间厝呢，哎呀，太无好光观这样子对啦，所以就感觉。真无好势，就愈看赶紧转来甲这阿婆讲，阿婆迄我是咧甲你考的，哦，毋是真正，那是念阿摩尼法利，哦，所以这阿婆讲欢喜心，就说就讲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伊就搁照阿摩尼法利安尼念，啊，搁念一个顺序名，头仔搁会跳，所以由此咱会当去看呢。一个人对一项代志，如果若有信心的话，你信心若袂当建立的话，你在佛法上的心态呢，就袂有信心。不但是在生活上无有信心呢，就是咱在了解上嘛会差。所以欧方呢，拢会把这个艺术做解。那呢，因此会当知影讲信心呢，就是咱咧如何对啦。啊，虽然对真理、天道若有信心，那呢，你就是真正有意义啦。同款的道，过去的圣人先佛呢，伊嘛会当修成正果，成菩萨。相信呢，咱嘛会当。如果咱会当得到道以后呢，会当认真，好好啊修，品修着这个时期，培养英文三条大概普渡时阵呢。对天道有信心，相信呢，咱大家呢拢会当有信心啊。所以信心的重要性呢，是咱一个修行者会当发晓的。咱在修行学习过程当中呢，咱要培养啥物信心？咱来修信道心、理心、言心。哦，今仔日咱所得到的道呢，是道心、理心、言心。是胜利真传，是自古呢连绵相传的嘛。所以伫即个叫做头顶甲讲，自古无分为万本体，事事并无本心。那么即个本心甲本体呢，就是道，就是自性。咱的诚信、明书、体验即个所在呢，是咱人的自性的源头，是咱人性出去的路路。真正的三宝成愿呢，是咱一贯道真传的延续，是要互咱超生死法轮回的一切，要咱返本还原的生活啦。所以咱诚信啊，师尊师母呢，是咱当代的大秘书。那么今仔日天道大开普渡，那么伊的尊贵嘛，就是有天命啊。那么，什么叫做天命？就是上天所有伊的命令。那么，伊的命令呢，就是受制于天啊。所以中庸他讲，古代德者必受命嘛，哦，必受命嘛。所以呢，咱来去了解讲，今仔日若毋是天道降世的话，咱点来说。就是咱师尊师母的代表人嘛，哦，所以咱正讲咱的点传书是先打定，后打定命，啊先减寿命，所以要来替天办道，要来代天宣传，所以呢，伊的命令呢，就是受着咱师尊师母的命令的文字，哦，所以呢。咱来相信咱今仔日得到的道呢，是道心、理心、情心。道心像呢，
这本书啊，会引起伊动因自卑的心怀，啊是甲咱道亲规空气的瑞相呢，咱就会当去证明讲，咱今仔日得到道亲意见平平啊。所以像咱过去呢，咱会当由咱的前辈者规空气的瑞相呢，咱就会当去看。就是讲，较早咱张荣华，长荣董事长张荣华，伊就是较早呢，拢咧做生意嘛，做无用嘛。伊妈妈呢，伊嘛是一个道亲啊，伊妈妈就讲咧鼓励伊去求道，但是伊做无用，无可能有只好有咱去求道，但是在求道过程当中呢，伊三宝呢，就拢无注意听。伫咧讲三宝的时阵呢，伊拄仔听着是讲，咱若人求着道以后呢，100岁年后呢，咱的身躯呢是身软如棉。伊拄仔若记即句尔，所以呢，经过了几啊天以后，伊妈妈开讲去，那么。咱讲讲好野人呢，因拢是着无同，所以呢，伊就甲因妈妈的内底呢，因为即个长辈，评到5外岁以后要入典的时阵呢，下出来即个庙要入典的时阵呢，伊就甲证实讲，因妈妈是大典的个身软如，所以由此呢，伊对咱的道呢，就真正有信心啊，所以呢。咱今仔日得到就是道亲意见平平，这是会当去学白讲的就是亲像伫即个联合国世界宗教会的时阵，迄回因就咧问讲，佛教的人讲，恁佛教咧修行遮尔好的时阵，恁讲心的人呢，有几个是身软如棉？那么佛教的人，伊就甲讲，那阮佛教的修行呢，那100个内底呢，有1、2个身软如棉的呢，就足好啊，对啦。那么伊就搁问即个基督教的，那么基督教的呢，问讲伫阮基督教内底呢，那100个内底呢，有1、2个身软如棉的呢，就袂歹啊。那么问到就咱一贯道总会理事长，这个理事长就甲讲，因阮一贯道内底呢，100个内底，差不多有98个，拢会当身软如棉。由此会当理解讲，在咱修行，人是道亲理亲平平，咱要有咱面啊，遐宝贵对啦。当然，咱有当时啊。像接受这个比较较济，咱的前过去的然后修道的呢，还是普通的呢，拢会叫互咱呢去甲斗相共。所以应该斗相共呢，拢会去印证的讲，咱的前辈者伊规空气的对象呢，真正是身软如棉。所以呢，人来讲迄个五字真经呢，无心田必心田，手无六头呢，为利田。所以我拢会知，这家属交代讲，咱若要入典，一定要甲人菩萨手抱好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咱道亲理亲平平。那么第二呢，咱爱诚信听经闻法呢，会当互咱揭发的智慧。所以咱叫智慧人家书呢，甲你讲，五地法界之地，世人本自救济，只言心体呢不能自我，私家大神意行的变成。五地法界之地呢，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有，为什么无法度开解？因为咱的心呢，伊袂歹会当自我，所以呢，私家大神意行。所以咱爱有咱的前辈者呢，甲咱顺
顺，迄个。行有分。顺因得哦，所以咱有咱的前规则，所以咱的三不离嘛不离是必行，所以是必行呢是足反重要。如果咱若有毋捌的代志，还是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咱拢爱守持着咱的前规则，咱个经验较济，方法嘛较济，伊会当。把咱毋捌的呢，慢慢引导，互咱呢会当去看着咱家己。所以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咱讲要认识别人不简单，但是要认识家己呢，较尔难困难。咱修行学的有几嘛是要认识家己，有几嘛是要认识家己。所以店长教人呢，较甲咱讲。咱爱精力再高，要得到再重新再提嘛。所以咱知影讲，发挥开发的意义，就是要互咱净化内心，要互咱开发良心，增进咱的信心，巩固咱的决心。精力呢再教育，得到呢再重新，一定呢再实践，力量呢会维持。拢是要靠咱个人的信用，时时坚定已经的啊。所以咱才拄仔讲信为而完功德宝嘛，永用一切诸行义。所以信心呢，是咱要成佛做做的一个基础。那么咱知影讲世间人呢，世间呢有三种人，就有6种的无共款的语言，你会当比较啊信心的。因感应以信心，这个呢，就是咱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拢会有感应。有感应呢，伊对道呢，就有真正的信心。伊拢有当时啊，上天慈悲呢，你的信心若够，拢会出现了真大的意见。那么第二，就因福德以真正信心就对啦。因为福德就是讲，在咱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的福报大，咱德行嘛袂歹，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你一路拢是足顺、足平顺的，也无考验，也拄着真济真济贵人咧甲你帮助，所以在顺境的过程当中，咱就要去真正呢。对道呢，更较有信心。那么因为解离真正信心，讲咱咧靠听经闻法呢，那咧咱的智慧呢，较有法度流露出来。那咧智慧流露出来呢，咱要解决一个问题呢，加足容易的。所以呢，听经闻法的重点，就是要互咱较有智慧的。所以有智慧的人，伊咧解决代志呢，足简单，慢慢伊会增加了对咱道的信心。因体验是真正信心，即是讲，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爱有去行动，有行的话呢，有去做，你较有体验。如果你若无去做的话呢，你就袂有体验。有的人就亲像讲，咱去新湾村咧摒扫，有的人伊就感觉哦，我来做义工，感觉袂歹，对，会当我来福音，所以伊有体验着，所以慢慢对修行学的呢，就有信心。那么因慈悲以真信心，就讲咱戒是度人。因为咱前辈者拢是慈悲的，咱拢爱度人，救度咱兄姊妹呢，毋是倒好，咱家己好就好，咱嘛是爱个互别人会当去看着道的好。因为
为咱自卑心会当导人、心酸人，互伊会当成长起来。安尼人家真正会当增加咱对着迄款的信心。那么因变性，变性呢，其实我是感觉，因为找着咱家己的良心，你有法度去认识了家己，那安尼你的信心呢就会流露出来。若无话呢，要过去人甲咱讲讲，你本来是佛，那么无会相信。那么甲咱讲哦，你是阮呢，你敢要相信？我靠，可能我正常人我硬头的，我可能是阮，无可以。但是因为咱去着做，找着咱家己的良心，找着咱家己的本心，所以呢，你对修行学道就真正有足大信心。所以老先生他甲你讲，规范的意义就是要解发咱人的智慧，解发咱人的烦恼，勉励咱人的修行，对道再体面，信心再加强。所以规范的意义当然就是要解发咱人的智慧。其实咱人的智慧拢有，但是去互咱物质、名利、地位，甲咱砍掉了。咱无法度真正流露出迄个菩萨的智慧，迄个佛的智慧啊！所以呢，规范伊会当解脱咱人的烦恼。其实烦恼拢是来自于咱本心嘛。所以，互我感觉，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爱学会晓转念。转念的人呢，伊就会当解脱家己的烦恼。若袂转念的人呢，伊永远就去互烦恼来所绑架。所以咱规范的意义，当然就是要学会晓转念啊。所以人家讲心念转得弯嘛，世界无限宽嘛。所以修行学道你也做这条的就对啦。安尼你永远就是有解袂开的烦恼，解袂开的烦恼。勉励人的修行，就是讲，咱知影讲，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你若无鼓励宣传伊，咱人拢是被动，不会自动。比如你讲你对道有足烦有深的真诚，若无话，咱拢爱善善的引导，对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爱无一开伊爱家己慢慢的引导，慢慢的引导，互伊呢对道呢会当搁有更加深的体面，那呢伊的信心呢就搁较高。所以老先生甲咱讲，信呢毋是世间的物件，毋是外在物质，会当看经济，会当买，是由听经闻法内在所生出来一个信心加信念。所以在规范的过程当中，为什么咱会当去产生了信心？就是刚书咧讲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感动我们的心，由咱的内在所生发出来。所以这个信呢，毋是金钱会当买得到的，毋是金钱会当买得，是由一个人的修持的过程当中，慢慢对伊的内心所生发出来。所以这个信心甲信念呢，对咱来讲是足重要。那么第三个，心信灵呢，拢会当成佛。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真人的归宗上师啊，讲如何是佛。那么这个归宗上师就讲，我今向你当弘礼，弘主不系。正曰：和尚成也，应感不信。师曰：既如是。就是咱我互我讲，啥物是佛？我甲你讲，你是佛，你当然无会相信嘛。那么这个
做心灵就讲何相心言，何相伊讲出来的话呢，袂骗人的，足真实的。那迄我倒无爱无要信，所以这个规宗上师来讲，记你就是本。所以咱伫这个世间的时阵，拢是容易雕佛啊、拜佛啊、求佛啊，咱毋知咱家己是佛，咱毋知咱家己是佛啊，所以咱要做为师呢，咱要做方便。我先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了无佛心，何处是真佛？所以呢，有处人来讲，咱每一个人诶拢有佛性，每一个人诶拢会当成佛。所以啊，看咱迄个刘作为大师呢，为大师呢，咧去拜见五祖诶时阵呢。伊就甲讲啊，为求做佛不求其佛。咱修行学个对灵当中诶，咱有一关志向就对了。为求做佛，不求其物。如果若有话呢，那咱在咱诶修行诶过程当中呢，可能就毋敢害财，毋敢害财。所以过地为上嘛，我甲咱讲啊，讲国用文言，窈窕用文笔。所以迄个本呢，拢常常挂做伙，治疗始终呢，拢无离开咱。所以讲，我较甲咱讲，不是真理者，是理者，无理者，不公理者，不义理者。所以呢，本呢袂甲咱骗，我袂甲咱骗，本呢是真理者。伊讲的拢是实实在在的话。伊讲咱有佛性，咱就是。伊袂甲咱骗啊，所以呢，过去呢，刘祖嘛甲咱讲，一念地佛皆众生，一念魔呢众生就是佛。所以众生参佛伊的差别就是地魔之间。所以咱人也是共款啊，有当时啊，咱要买卖时阵呢，嘛是佛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咱有开悟的时阵呢，咱嘛是佛啊，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常不清菩萨呢，伊就时常咧拄着人呢，伊就讲，你未来呢会成佛。伊若拄着人，伊就甲讲，你未来会成佛。伊拢袂去评视人的就对啦，所以咱来成为迄个常不清菩萨。伊拢袂去评视的众生，伊若拄着人呢，伊就讲，你未来会成佛。所以呢，伊刚开始安尼话呢，拢是着人的批笑啦，人的诽谤啦，伊迄个功德拢毋做，啊，伫外口人拄着人呢，伊就会担心讲，你未来会成佛。所以呢，人甲称呼伊迄个常不清菩萨。所以来讲，你未来会成佛。所以呢，咱来相信呢，咱每一个人呢，拢是佛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精信呢，唯有修道呢，才会当调节了事。所以呢，咱过去呢，我这时常咧甲咱讲，行行世间天下路，唯有修道不可行。所以呢，孙孙老大呢，他甲伊讲，道呢是这个世间上唯一的路，这一生呢，与道共苦。所以呢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生甲死呢是宇宙的两件事情嘛，生甲死呢嘛是造化的两大奥秘嘛。所以一日当中呢，毋知影有偌济人来诞生伫即个世间，一日当中呢，咱嘛毋知影有偌济生命呢离开了即个世间。
件代志如果人做唔好咧，咱会该做对重新搁做一摆。唯有生死呢，敢若一摆尔，敢若一摆机会。如果若即口机会来呢，咱就心定着吼。所以自古以来呢，咱人对生死两件代志呢，会当讲是莫可爱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一定爱来了解讲，咱要如何会当超生死法度。唯有呢，求道修道呢，才当真正互咱超生死法度。所以有一首诗甲讲，一波千家欢，孤征万里游。为了生死事，岂挂不遵守。所以过去的修行者，伊摕一个波千家，咱行尽世间的道路嘛吼。孤征万里游，为着啥物代志？就是为着生死这件代志。所以师父老人嘛，咱讲，黄道因着要修道，为着生死来因缘，所以关键因不了，把要轮回习惯。所以呢，咱为虾米爱修道，就是为着生死这两件代志嘛。哦，生咱会做幸运，死咱会做傻苦。所以为着生死这两件代志，咱大爱来修行若无话，咱来参去看人讲，我时间到，8点到，我就是到厝休，也是上班的上班。伊怎你就无啥物代志。但是为着生死这两件代志的话，咱就常常无共款，咱就常常无共款。有诶时间，你就是拢爱用泛泛道物，也是助人救人，就是为着啥？为着生死呢？生死，这代志是因缘嘛。所以来讲，这个关键你若定势你无去了解的话，业轮回呢，无少啊，无指定就对啦。所以咱师尊老大人讲，世间的苦呢，都无甚苦。你若去走去六道轮回，上艰苦，上苦。个人发展，以标三宝方但是都没有人来，他们有在开啊。个人可以大概也是的，你拿个人开始个人都在练。先靠近。
都是这世间对身体道有够，所以这是重要的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日记呢，就是讲有关心的咱了解，咱是不是讲咧讲没有用心的咱难了解，所以日记呢对咱来讲呢是足重要。日记呢就是要咱将咱心中的理想甲抱负实践了出来，你为咱家己定下了一个方向甲目标。其实呢，咱对细汉，咱拢离校呢，拢是想讲哦，拢有定下了足大足济个志向啦。会当讲咱对学校的毕业开始定下志向，你在即摆呢，哦，定做班级志向，对细汉讲哦，我要做老师也好啦，要做医生也好啦，要做工程师也好啦，啊，你这个，拢无去理解讲以后呢，我要做啥。这点呢，敢若拢无去研究，要做好要做无啥呢，敢若拢无人去来写，我要立志做佛，做菩萨，敢若拢无立去来记。但是咱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会记，我甲讲咱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会记捌足侪物件，我体验着人生过程当中的足侪物件。咱会因此咱较会当讲，咱今日修行学道，一定爱为家己定下了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亲像讲，咱若咧走马拉松，马拉松有一个目标伫遐互咱看，咱为起点去走，有一个目标伫遐足清楚，咱较要去走伫条路。如果若走毋条路，咱嘛慢慢会当导正。就亲像咱咧爬山共款，爬山哦，人电咱试已经爬爬人山，爬人山伊拢有一个路标，所以立志立愿，它就是好像一个路标，指路标一样，来指一个方向。你个照你的目标去行，行到就对了。所以王阳明他来讲，自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，虽百工技艺，未有不可一事者。就是讲，咱咧做任何一件代志，如果若无定下一个志向的话呢，那咧咱咧成功的可能呢，机会就较少。不管咱伫这365项内底，你咧做任何代志，拢爱有一个目标。你学物件，你就是学要有成功，若无成功呢，就去不为所对了。所以任何代志呢，拢嘛爱有一个志向，一个目标。那呢，咱要做任何代志呢，就较会当成功，较会当成功。所以日记法则呢，是要互咱心情活得的意识，嘛是要咱了得心最重要的义务。亲像信仰上外的助缘，那愿呢，就是咱原来的心。所以你这原来的心呢，咱文中神咧大师讲，要得发心为心，修行必有立愿为心。所以咱在修行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一定爱，我是讲，咱一定爱立下了一个志愿，因为有愿力才有愿力嘛，有愿力才有愿力，就是你要有愿意，你才有法度发迄个愿心嘛。所以咱讲，观念的即众生可度，心烦的即甘心。所以过去呢，有一个师傅，伊即个师傅呢，一工呢就参即个道地仔呢，要出门就对啦，要出门就对。要出门，咱即个师傅呢，就行日头前，就包括呢等候即个小沙弥就对
家的人呢，遮尔咱好了对啦，我用的上是办法呢，迄个把这个重心呢，即个课外当中呢调动起来对啦。那么伊这个师傅呢，今日头前呢，因为因师傅他心痛嘛，所以就将这个小沙弥。有另外了一个指标，伊就即摆就甲小三讲，爸我有话去行头前，爱行行行，即个小三就搁想讲，哦，伊拄好看到即个路边的水窟仔呢，有足济狗仔了，即个水飞条的，伊就落我一个心讲，就是遮尔啊济就对啦，而即个课外，你讲你家呢做了呢？所以迄个我无咧心里就听，那么你这师傅就讲，等一个，我你退，你搁行后壁。所以这个故事就讲，安尼讲，一个人的观念伊发出来，毋是迄个遐尔简单了。所以每一个人讲，修道无法菩提心，犹如天地不他心。所以在修道的过程当中，咱若无花心花愿就对了。就亲像讲咱咧，一块园你叫人你我来拍牌，拍了足好势，你无去落种，你以后敢有办法物件好是无可能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咱一定要有花心花愿。所以先佛他甲你讲。即为圣贤，就有圣贤；即为凡夫，就有凡夫；即为贤夫，就有贤夫；即为凡夫，就有凡夫。因何其心而已。所以在咱修行过程当中，只要你有了一个字，那你就会当心为啥？你若是凡夫的字呢，你就是心为凡夫；你若入好了要心为圣贤，你就是。所以咱会当理解，过去的圣人先佛，因为啥物会有遐大成就？伊就是拢有立下了一个志向，因拢有立下了一个志向。就亲像咱讲圣人这个志向，就是讲，伊就是要到处讲到着选所以伊才带领着个学生呢，要亲像着讲，为着要甲这个人道的推广仪式。那文道的字就是讲，文道的，伊看着咱的世间的众生呢，遮尔啊艰苦呢，伊就是我愿要来度咱的众生。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伊有发了四大无念嘛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边誓愿断。万能无缘，万能无缘，愿无生得世万事。所以这个文的话，四大无愿。那么耶稣的字就是讲，为着要来向上帝传播福音，向世间人同做，所以甘愿钉死伫这个十字架上。那么阿弥陀佛就是讲，伊愿众生呢，拢会当心清净。那么观世音菩萨誓愿众生无道之邪不是分。那么地藏部分伊的誓愿就是提到东方是不是？所以你看咱过去的圣人先佛，因为啥物会有遐大成就？因为因拢有立下了一个志道。咱再来看咱师尊老大是三大法愿。咱师尊老大是这一马三佛公文。第伊个一在先天呢，会当度化着众生呢，每一个人呢拢会当得到。第二在后天呢，伊拢意识自然世界财富的增强。那么第三呢，解放开来，福音就到保佑。这个是咱师尊老大三大。所以其实呢，咱在修行啊的过程当中呢，
咱一个人才呢，爱有道人，做工书，爱开荒，爱写段，爱写新版的，这是咱一个人才所爱你的志愿。用这个，较早人讲读册啊，我来讲。啊，其实呢，上界基本的呢，咱拢有一个十条大愿。这十条大愿呢，如果咱若会当去认真家己读呢，咱会去了解讲，其实呢，伊的重点就是咱的诚心保守、实心忏悔，啊，实心修炼。其实咱这两条若有法度讲，会当去家认真有咧做，你有迄个信心，你就袂害怕；有迄个信心呢，你就会接受，你就会付出，你就会牺牲的哦。啊，若会当实心忏悔，咱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，咱就会拢会注意着咱的一举一动。而这一举一动的过程当中，咱会去看咱讲啥物时阵咱讲唔对话，咱会忏悔；啥物时阵做唔对代志，咱会忏悔。那么话，咱在修行安尼过程当中，亲像咱前几只时时去安尼讲咱拢迄个看菜篮咧地就对啦。虽然吼，迄个菜篮会搁较新啦，但是吼，咱心无对啦。所以咱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一定爱十条大的爱，诚心保守，实心修炼，所以师尊大人就在我们来信愿一生。然后三者好多的是爱信愿做出发，三者好多的过程嘛是爱以信愿做基础，三者结果嘛是爱以信愿做心愿。所以万法为开篇，你积了多少的信和念才能成功？没有信念的凝聚何来的三成？所以在修平衡的过程当中，信观真正是对咱重要。你有信心、有观念，你才行会久，行会长，行会到。如果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你无以信观做出发，以信观做基础的话，有时啊你会行到半途而废，啊是你会做无力的，啊是你会，无信心，啊无信心的话，你就行袂出来，你就。所以咱师尊老人他来讲，三者的结果呢，嘛是爱以信愿做修。所以你要讲，一个法会改变，就是你积了多少的信和念才能成功。当然，咱由咱的总结的关注，也是咱的前辈者师兄咧甲你讲，一个关注的成就真正是做无简单的。毋是讲有名的，当然有名的咱看袂到，咱嘛不能去工作，但是无形当中，它就是有的。所以若无这家己以信愿做支持的话，在修行当中过程当中呢，咱会定了，敢若做无力。啊，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一定爱有信，一定爱有观。第三，爱有毅力，无信心呢，但是有难题。所以在当然就是咱爱有坚持，有实践，爱有付出，爱有精进。当然有了信心，有了定志，有了机关，就是爱有坚持实践的功夫。有关若无去实行，就是讲画饼充饥，说死不发。唯有呢实践呢，咱才会当
上现实、上真实的。你若一直有修呢，一直讲，啊，一直无修呢，一直讲，所以这是上现实的，咱来去做。所以在言辞实践的过程当中呢，上重要就是咱来有正确的理念，有理念呢，去克服着外来的一个秘密。然后为咱敢有信心、有意志，如果无理念去实践的话，那一切呢拢是空谈，一切都是空谈。所以咱大家每一个正言身份呢，伊拢会当想讲，因最大的要素是过去的圣人，在修行的路途上呢，伊所遭遇种种挫折困难，会当讲比咱所拄着的困境呢，还佫较济，还佫较大。所以因会当想讲，就是靠着有一粒坚决的毅力心。用相关的意味呢，会当化阻力、化阻力为助力，把一切不好的因缘呢化为助缘。所以所靠呢，无非就是这粒坚决的毅力心而已啊。所以经书较甲咱讲，事不可以不方便嘛，尽忠义而远，尽以为利益，不留丢错，事以有意不留患。所以一个修道的君主人呢，伊袂使无知影讲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性。伊重要是要靠啥？要靠咱有迄粒坚决的毅力心去行持。那么迄个经营是足重大，伊个路途是足繁遥远，咱爱尊重道理。以前为出发点，以前为意义。所以在修行的学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咱若有迄个有心肝的毅力，有甘愿吃苦的，甘愿吃苦的毅力在修行办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会清晰，咱会做简单，咱会做简单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咱就爱有以毅力呢来做主要的。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咱毋通有迄个自卑的心，讲哎呀，我无捌字啦，啊是我无读偌济册啦，啊是我地位足低啦，啊是我足善者，咱毋通有迄款自卑的心。其实呢，这修行学道呢，跟迄拢无关系。修行学道呢，最主要是讲，看你付出了偌济，你改变了偌济，你提升了偌济。其实呢，跟迄拢无关系，拢是艺术的。那么第二呢，咱爱以毅力呢来克服着咱的事情。其实咱一个事情呢，事情偏偏方面呢，可能拢有，但是呢，咱要安怎去克服着咱的无好的毛病的事情？就是讲咱我还未参考以前的嘛，有做无好的事情啦，食薰啦、啉酒啊，这拢是咱去由天去学来，由天去学来。但是要改的时阵呢，咱嘛爱靠咱的毅力心呢去改掉这啊。若无话，咱总是听讲哦，阮食啊久啊呢，真无好改，啊是我酒啉啊久啊呢无好改。当然有讲，若对着咱医生甲咱讲，你身体有状况啊，你有当时啊你爱说明，你爱去看。当然，咱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当然就是咱的事情一无变，这无的物件呢，咱就爱渐渐加改变。你要改变的话，你若无毅力心的话，你就很难去改变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以毅力呢克服着定，在修行犯罪的过程，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当然无每一项拢会当顺遂如意的。啊，若无顺遂如意的话呢，咱要安怎去克服着咱的逆境？为
当然，你若对高薪、低薪、平薪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就当去改变讲哦，拄着逆境呢，我就是爱去突破；拄着逆境，我就是爱去突破。若无的话呢，咱就会伫即个逆境当中呢，咱就有法度去突破即个障碍。哦，所以咱来讲逆境呢，是可以让我们会当互咱成长，会当互咱更加有迄个机会。因为你若无拄着迄个逆境来呢，你找无方法怎啊去克服。当你有一摆的经验以后呢，慢慢，啥物问题来呢，你就家己会去克服。哦，你就会当去克服。所以孔子他甲咱讲，苗而不秀，有益乎？秀而不实，有益乎？讲一丛树苗。一丛树苗呢，有迄个无苗而不秀的种稻苗，哦，伊无中代，敢有迄个代志对啦。伊中代起来，较有迄个无迄个袂当迄个结果的对啦。所以伊为虾米袂大？一丛稻苗袂大丛？啊是伊大丛起来袂结果，其实伊拢有原因的。啊是啥物原因？当然在伊的原因过程当中有足济嘛。啊因为受着环境也好啦，个人的因素也好啦，哦，拢有嘛。所以一个伊无法度稻苗，伊无法度生长起来的话，当然就是无有迄个地力性，然后伊好来照顾。哦，好来照顾。所以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咱往往拢会拄着真济考验啊，所以来讲，更简单来讲，人之难舍，我能舍；人之难弃，我能弃；人之难修，我能修；人之难行，我能行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咱爱别人咱写呢，咱就会当写；别人委屈会当承受呢，咱就会当委屈。咱讲委屈自己嘛，成全别人了。哦，人之难修，我能行。别人无法度会当行上这条路呢，咱一定会当行。哦，所以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拢是咧靠咱家己迄条意志力，迄条毅力心咧操控的。就是呢，就是用心。用心呢，若无坚心呢，咱是用心甲坚心呢，相关意思。所以，民主较甲你讲，有米食，比如这，有这有任而不及传，有为易这。就是讲，一个人咧学这时阵，学到少啊，佫无看着传，伊就来放弃。若咧差一尺就会到的话呢，伊无爱学，就甲讲，伊就是讲咱一个人呢，无用心，无坚心。若安尼无坚心的话呢，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成功呢，就做人啊困难，哦，做人啊困难。所以呢，六祖慧能大师来讲，前提是要在领悟，要在领悟法者，将此顿教法门，以当天发愿行之，如是故将心离不退者，应信。所以讲讲，咱今仔日得到了真理天道，在真理天道的教化之下呢，如果咱若会当将始终如一的话，对啦，若咧拢无去退转，也无去退邪的话，安尼定是死。所以在修
种无用心、无偏心，会当行到底。就是像咱时常咧讲讲，这帮火车咧，这帮火车对高雄咧驶到台北，但是会真正会当去到台北的，坐迄班车当去台北的，有几个人？当年其中了办遐济站，台南有人落车，嘉义有人落车，台中有人落车，新店有人落车。所以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如果你若无用心的话就对啦，你若无偏心的话就对啦。有当时啊，互环境甲你应用一下，互别人甲你定一个，你就挂了，你就袂清净啦。所以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若无用心的话，知影讲道好、真理好、修行好。你若无一路行到底的话，那安尼你要达到迄个目的呢，就真正有困难，真正有困难。所以呢，始终有我的不大不出，心中有本的不修不行，尽管咱做呢不了不干，万念走样不修。所以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知影讲，既然咱是佛的话，那安尼咱要安怎会当成佛？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你若无有信心，无有默契，无有法观，无有毅力，无有恒心，在修行学的过程当中呢，你要有所成就呢，可能有困难。所以呢，既然讲咱在修，咱本身就有用有心，咱要怎去教着讲你对你家己呢有真心的了解，所以个别人讲，咱要了解别人足简单，但是要了解家己呢足困难，因为咱目睭所看的拢是别人，看袂着家己，看袂着家己，所以别人看点你拢看足清楚，别人的利益无计你若看了足清楚，但是反转转来咱家己呢，你就可能较看